来继续来看去年11月这件车祸，是台北大有巴士的女驾驶追撞头前的公车，结果牵连到当时一位当咧过大路的太太，将驾落车卡往生了。检方调查发现，这个公车的女驾驶，伊的头进前有开过刀，明明知影反应力无够，搁去做司机开车，妨用过失致死罪来起诉。他最后冷冷的给我了一句话：“得饶人过且饶人。”我能接受吗？那我就问他一句：那你有饶过我妈吗？指控大邱爆水高站发现的态度，把手伸伫咧头壳顶，无同理心。去年11月17日，台北市喜来登饭店头前路口发生公车相撞车祸，过大路的林太太不幸去搞死。如今案件起诉，家属嘛无法度接受。我们是非常的不能接受，他有反应能力的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的监理机关为什么可以核发职业驾照给他？那这种人在路上开车，简直就是台北市民的一个未爆弹。姓谢的查某教师出代志当时，规个人讲起拉起的表情，和大家拢伫咧讨论。检方调查发现，伊早就伫咧2018年，就把因为脑部刮伤、头盖骨头断去，做过开脑的手术。所以伫咧2024年做公车驾驶，明知反应无够，无适合驶车，以涉嫌犯过失致死罪，甲姓谢查某驾驶起诉，嘛因为伊自首，将法官减轻罪行。丝毫的歉意跟悔意完全没有。人都压在他车底了，怎么可能会没有肇责呢？你停车的角度这么偏。家属不满指控引起事故业者大邱巴士去龙岩头前车大都会结婚，各单拢无讲一句实例。若死者翁婿当时嘛伫咧现场逃过一劫，检方却无传唤去告案说明，甚至还被大都会客运的公车有推撞。他应该是最了解整个案件过程的，他没有以证人的身份来传讯周先生，我认为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疏漏的地方。另外，针对去追撞的另外一位姓陈的驾驶，加上不满检方无起诉处分，会针对交通裁定提出复议，继续为家庭讨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